再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，这是以巴冲突进入第5天，以色列去拍加沙走廊，全面封锁，造成加沙地区死伤惨重。以色列马上宣布会成立紧急政府，也阁有战时内阁来对抗哈马斯。 在去尾哈嘛，以色列北部地区警报声响甲连，泰伯利甲海法市拢听到，讲是有一支为黎巴嫩进入以色列要求百姓紧急避难。总理纳坦雅胡当时战争期间，甲在野党领袖简辞强助紧急政府，各加州国防部长格朗特组成战时内阁。 בכל החזיתות עברנו להתקפה. כל איש חמאס הוא בן מוות. חמאס זה דאעש ונרסק ונחסל אותו. 哈姆斯的卡布总团体艾兹丁卡萨姆里表示，11亿元在以色列境内作战，以军可能准备对哈马斯展开沿海会地发动地面进攻。佮表示，伫加沙周围部署战车编队，伫新一波冲突当中消灭数百名哈马斯武装分子。哈马斯表示，用一辆R6空火子弹攻击沿海多次海法无人员伤亡通报。路透社记者表示，伫以色列上北边往黎巴嫩边境的小镇美图拉有一栋厝 被拍到，这附近离黎巴嫩南部边境无远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一直伫这所在活动。美国总统拜登向哈马斯伊朗支持者发出警告，唔通利用加沙战火将中东的战争扩大。恭喜新闻，恩文玲朋友。